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官员，伊是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委谢晓生，防指控公器私用。那上班的时间，坐公务车到咖啡厅视讯监课，佮利用职权，甲女秘书言语骚扰霸凌，加上伊真歹性地，讲有袂少的秘书袂动力，拢来辞职。讲这3年来，这个秘书是至少换过9个人。谢晓生是来发表声明驳回，讲家己对秘书的要求严格，绝对毋是外界所讲的一直咧换秘书。另外，监课的代志有保准行政院，就是无爱用公务的设备，只係伫办公室以外场所来视讯教课。另外，为着要消除掉外界的疑虑，谢晓生讲，伊已经主动向苏贞昌议长来表达，愿意来接受行政院上严格调查。这个就是行政院原能会主委谢晓生和当人检举讲，伫上班时间去咖啡厅。据我了解，谢晓生是伫中山大学兼课，虽然有报准请假，不过伊无伫办公室上课，却是带女秘书坐公务车去咖啡厅视讯上课，有讲其私用之嫌，引起争议。另外，伊当人阁讲，逐工的中昼，伊拢要求4位女秘书摕便当，甲伊做伙食中昼饭。开讲的时会去问到秘书的私人问题，互人感觉无好，加上性地真歹，互真个秘书挡袂牢，纷纷辞职。估计这3年来，伊的秘书上无已经换9个人啊。那我的看法就是很简单，我实在没有办法智慧。我想这个跟我的专业是没有关系的。针对指控谢晓生请假无去立法院备询，不过透过原能会声明澄清讲，伊甲秘书交代业务要求较严格，绝对毋是像周刊报道的安尼。主意自1805年为中山大学就调入股以来，有不愿同意兼职，因为疫情较严重，伫无利用公务资源设备原则下，才伫办公室以外场所上课。有关甲当人的互动，因为较早伫学校教册遮侪年啊，甲学生的斗阵拢真好。袂输是朋友共款，这个习惯无长，除着带来公务机关，若有无适当的所在，会调整改进。谢晓生本人无出面，透过新闻稿的澄清，就希望讲这个风波赶紧停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